人生有低潮係必然嘅，即係人嗰個 curve 冇可能係永遠條線向上。問題係你俾自己喺個低谷裏面幾耐，同埋你要唔要自己爬翻起身。有陣時人生要你喺個低谷裏面，你咪盡情俾自己當好似放咗個假咯。同埋我覺得低谷有陣時有佢嘅意義，就係對自己有一個新嘅認知。因為當人喺順境或者乜嘢都一帆風順，永遠都係向緊一條直線咁去行咧，你睇到自己只不過係其中一個面向。但係當你遇到人生好大嘅挫折，真係逛一鋪跌到最低嘅時候，你先可以睇得自己更加真實，即係好赤裸咁睇到自己嗰啲軟弱，好赤裸咁睇到自己嗰種無助。其實呢個經歷係相當可貴。如果你當刻係經歷緊人生一個好大嘅低潮，你覺得你冇力爬翻起身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爬翻起身係人生唯一嘅選擇咯，因為你冇可能永遠都沉淪咗跌低咗噶嘛。